下來繼續來看國民黨的立委萬美玲的家族，最近是爆發到一連串的爭議，包括財產申報的爭議、甲土地投資的爭議。萬美玲今仔日第一屆公開接受到媒體訪問，強調講一切攏依法辦理。表情嚴肅，這是國民黨立委萬美玲家族發生一連串的爭議後，頭一擺公開接受媒體訪問。擔任公職這麼多年啊，我們一切一定是依法辦理啊。會安尼講，就是因為同市議員參選人申培玲，昨甲監察院徛名檢舉，萬美玲敢若有勞保財產，因為因翁蘇東樹登記持有海泉建設61萬股，金額是61萬。不過看萬美玲最近5年的財產申報，股票好、投資也好，攏無這條。沒有這樣的問題，那所有的申報一切依法來做。強調一切合法合規，不過萬美玲的爭議唔那這件爾。媒體認得講，萬美玲因為買入桃園中平段凍結40棟的公共建設的保留地，不過在桃園市長張善政就任後，這個地被選為頭一個改編的中劃案。今年3月動土典禮，規個價值隨提升。輪到自己人執政的時候，那個投資的眼光又變得特別精準。這個就想起來就有一點怪怪的了哈，還是問他當事人，他可以跟你說他是桃園巴菲特。我個人從事公職多年，我也絕對不會用公職去謀取任何的私利，我想一切都是經得起檢驗。萬美玲這擺出面的回應，財產甲土地一連串的爭議，敢真正會堪咧檢驗？有關的單位需要好好去調查。